海外维吾尔人、南蒙古、西藏等多个人权组织在日本长野举行集会，反对中国2022年举办冬季奥运会，敦促世界各国及民间组织抵制北京冬奥会。上周六，日本各地的维吾尔人、西藏及南蒙古人权组织约100人聚集在长野，联合举办一场抗议活动，敦促日本政府抵制明年在北京举行的冬季奥运会。据报道，南蒙古大呼拉尔台世界维吾尔大会在日本的西藏人协会和香港的一些组织共同举办了此次活动。这次活动分2个内容，一个是在长野县的善光寺内为被中国镇压受害者牺牲者祈祷，二是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非营利组织美国笔会周五发布2020年度全球写作自由度报告，文字狱仍然是专制国家压制不同声音的主要手段之一。中国是全球关押作者和诗人最多的国家，高达81人因言入狱，其中1半以上是在东突厥散、西藏、内蒙和香港的作家。根据这份报告，全球有至少273名作家、学者和公知因言获罪。2019年的数据则是238人。关押作者人数最多的3个国家分别是中国81人。美国笔会言论自由项目主管卡勒卡周五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这个情况在中国尤为突出。中国囚禁了81名作家，这远比其他国家的数字要高。这主要是因为当局逮捕了那些对政府应对武汉病毒疫情、其他政策以及有关东突厥散监禁信息提出批评的作家和评论人士。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在27日的内阁会议上报告了日本2021年版外交蓝皮书。有关中国的扩军和海洋活动，外交蓝皮书指出，已成为包括日本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安全保障上的深深忧虑。2020年版外交蓝皮书所使用的言辞是，已成为地区和国际社会值得忧虑的事项，而今年进一步加强了语气牵制中国。蓝皮书对中国允许海警局使用武器的海警法表示深刻的忧虑，认为海警法在国际法上存在问题。日本已与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4方同盟，以推进注入印度太平洋地区航行自由，以及对抗中共扩张、维护世界秩序等。此外，外交蓝皮书还提及香港和维吾尔人，并表达了关切。亚裔电影人在第93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再次大放异彩，华裔导演赵婷以无意之地拿下最佳导演奖，她也是奥斯卡史上第1位获颁该奖项的亚裔女导演。赵婷出生于中国，她在北京生活到14岁，后来赴美国完成高中以后的学业。获奖当天，赵婷这名被荣为改写了奥斯卡历史的女性，在她的祖国却遭到冷遇。几乎所有知名媒体都对赵婷荣获奥斯卡2项最高荣誉保持了沉默。社交媒体上寻找关键词赵婷或者奥斯卡也无法得到最新消息。上个月围绕赵婷爆发的争议集中在她2013年对一家美国电影杂志发表的言论上。她在那篇文章中批评中国是遍地谎言的地方，人之初性本善。赵婷上台讲述得奖感言时强调，她到今天都还相信《三字经》当中所说的人本性是善良。尽管有时事实可能看起来是相反的，但我总是在世界各地遇到的人当中发现良善。中国市场监管总局星期一表示，根据举报，已依法对美团实施2选1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中国政府近期频频使用反垄断法来约束中国大型企业的快速扩张，美团似乎成为了继阿里巴巴等公司后的最新打击对象。市场监管总局4月10日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128.28亿元人民币的罚款。
分析师预测，中国第3大互联网公司美团可能面临约人民币46亿元的罚款。据悉，该消息发布之初，该公司股价下跌了3.1%。